咏叹上帝的话，上帝话记伫圣经，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8节到20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第20节。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内，伊是上天各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。甲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围内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免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日伫大别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捆伫座内的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遐阿拉上帝讲：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人中间。这个天使离开因，上天的事，各样的三角讲：当咱来去伯利恒，看所食的事。就是主所报咱知的，就紧紧去，找着玛利亚甲约瑟，佮看见婴仔困伫座里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代志报互人知。听见的人拢奇怪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，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，心内常常在想，各样的落去，遇着。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伊讲的，来归阳光阿拉上帝。即经读到遮，赞美那些少年团体甲圣歌队做伙来赞美。因今日所要赞美的诗歌是耶稣你名。赞美线咱要请黄辉照牧师来讲道，伊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《东方伯利恒》。